在座嘅後世者，你哋將會領洗接受呢個活水。由3月8號起，周守仁樞機一連3個主日將會行勻香港九龍新界，為後洗者主持考核傅油禮，為今年復活節領洗入教嘅新教友作最後準備。今年全港約有1600位成人同900個嬰幼兒領洗。大家後世者點解你要歸依耶穌？都上咗年半輔導班噶啦，都差唔多要歸依噶啦，係嘛？希望唔係啦，如果咁嘅話，你嘅歸依係非常膚淺噶啦。周樞機喺講道嘅時候強調，活出信仰嘅關鍵在於同主以及同人建立深厚嘅關係。而家可能你好多仲係一啲字面上嘅，導師係點講嘅，教會係點教訓嘅，咁你自己咧就信咗，明白咗。但係呢啲只係入門，總係真係入門聖事咧，入門嘅啫。因為你需要更多嘅時間，能夠將自己進一步走去同天主嘅關係裏面。所以大家唔好睇輕，希望你領咗洗之後，繼續進一步入呢個關係裏面，同天主嘅關係，同教會兄弟姊妹嘅關係。佢亦都鼓勵後洗者懷住同理心去理解教會嘅睇法，喺教會內活出共融合一。咁多位兄弟姊妹，我哋要對教會有同理心。教會唔係淨係羅馬，教會係天主子民。大家對呢件事情，我哋有冇同聲同氣站起啊？所以個共融合一係好重要。你入到呢個教會之後，我哋就走向共，唔係 uniformity。我哋從來唔係要求 uniformity，唔係話要統一。我哋講係多元，但係合一。當日喺銅鑼灣基督君王小堂入面，後洗者喺代父母陪同下，承諾悔改歸依，接受傅油，象徵住驅魔潔淨，踏上救恩嘅道路。禮儀嘅尾聲，周樞機同一眾相禮嘅司鐸一齊帶領後洗者祈禱，同時亦為復活慶典當日洗禮之後送俾新教友用嘅洗禮蠟燭祝福，象徵佢哋接受基督嘅真光。